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上帝的话，在以赛亚书50章1到11节。以赛亚书50章1到11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，凡是尊重上主、听从他仆人教诲、教训的人，纵使走在黑暗中，仍将信靠上主，仰赖上帝。你是信靠上主、仰赖上帝的人吗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有2个不同的身份。一个身份是上帝应许要拯救，却怀疑上帝真实要拯救吗的人。另外一个呢，是上帝他的仆人，也就是仆人之歌的第3首在这里出现了。这位仆人就是上帝应许要拯救我们的弥赛亚。在今天经文一开始说到，你们以为是我赶走你们的母亲，那么我给他的休书在哪里呢？人在患难当中，以为患难是因为上帝的离弃，不过在今天经文的背景当中，是因为人屡次在罪恶中行，即使上帝差派他的仆人先知说话，他们也不愿意相信，所以他们走在患难当中，即使上帝的救援来到，他们仍然不能领受。相较于这样的人，在今天的仆人之歌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在这里，这位上帝他对他的仆人来说话，而这个仆人呢，他有一颗受教的心，他领受上帝的话，成为那能安慰忧伤的人。他领受上帝的话，在每一天的早上，让他的心渴望上帝的教导。这是上帝的仆人会有的表现。有主才有仆，所以有主人的才会叫做仆人。我们有这位主，那我们是他的仆人吗？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有一颗受教的心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能够晓得万事。他不违背上帝的话，他也不跟这个周遭环境，即使在面对别人的羞辱，在面对别人的不理解，在面对别人的伤害的时候，他仍然相信上帝能够帮助他。他勇敢地忍受一切，因为他知道上帝不让他羞愧，上帝要在他的身边替他伸冤。即使上了法庭被控告，上帝也要亲自的来为他辩护。而这些有罪的人，这些悖逆上帝的人，这些控告上帝至高仆人的人，他们就要像破旧的衣服一样，最后被蛀虫吃掉。在这里经文最后说到，凡是尊重上主、听从他仆人教训的人，纵使走在黑暗当中，仍将信靠上主，依赖上帝。因为上帝要成为他们的光，要成为他们的灯，照亮他们的道路。但是那些谋害别人的，要被自己的阴谋所害，上帝要亲自决定，这种人一定遭殃。在新约，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，也就只有他忍受鞭伤，使我们得着医治。在他的刑罚中，人经历了平安。他倚靠上主，不为自己伸冤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信实应许，一定会成就应验的上帝。上帝也透过他的仆人，让今天的我们再次来看到，我们生命的主是这位爱我们、赏赐我们有救恩机会的上帝。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要来领受他的话，靠主来得胜，仰望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，信靠我们的主，
依赖我们的主，他要带领我们，纵使在黑暗中，仍然有光明的路可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再次承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常常在黑暗的环境中，特别是跟我们习惯不符合，让我们感受到不舒服的环境中，我们以为我们是被抛弃了，以为我们的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或许是我们自己没有走在正路中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光照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知道当行的路，如同你今天透过你所拣选的这位仆人，他所做的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。主啊，求主你赏赐我们一颗受教的心，叫我们得听你的声音，叫我们在你拯救之时，主啊，我们主动的仰赖在主你的救恩当中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不依靠这个环境的利益，而是要依靠主你来行。谢谢你爱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心，安慰我们的灵，让我们尊主为大，成为主你受教的仆人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主啊，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，叫我们的生命得着那生命的粮食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饱足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尊主为大，靠主得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今天的迦南之声就到这里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